国在东突厥斯坦强化同化政策。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进行文化灭绝，同时不断强化同化政策。据最新消息，今日英吉沙县举行孔子像揭幕仪式，维吾尔儿童和教师强迫鞠躬表达忠诚。据说，当局在英吉沙县和其他许多地方开始建立孔子雕像。美柬南海遭中国军舰危险逼近。美国导弹驱逐舰迪凯特号周日在南沙群岛的南薰礁和吃瓜礁12海里范围内行驶，引起争议。美军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布朗发表声明说，一艘解放军驱逐舰不安全和不专业地在南薰礁附近接近迪凯特号，指该驱逐舰故意在迪凯特号前约41.1米左右挑衅性的移动，更不断发出警告，要求迪凯特号离开该区域。美舰被迫采取技术性闪避动作，以防撞击。印度最高法院裁决妇女进寺庙禁令非法。印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妇女将不再被禁止进入一座印度教徒庙。该寺庙被印度教徒认为是最神圣的庙宇之一，此前一直禁止年龄为10岁到50岁的妇女入内。最高法院认为，寺庙的做法违反了性别平等的宪法原则。美军称伊朗对区境内目标发动打击是不负责任的。美国主导的国际联军证实，伊朗军方10月1日凌晨对叙利亚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导弹打击。国际联军发言人乔恩·瑞安上校说，昨夜伊朗军方未经通报即对叙利亚的部分地区实施打击。他说，联军指挥部还在评估伊朗的行动是否为联军带来损失和威胁。他指出，联军目前尚无法证实伊朗的打击目标是否如其所说是恐怖分子的设施。印度最高法院裁决妇女进寺庙禁令非法。印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妇女将不再被禁止进入一座印度教徒庙。该寺庙被印度教徒认为是最神圣的庙宇之一，此前一直禁止年龄为10岁到50岁的妇女入内。最高法院认为，寺庙的做法违反了性别平等的宪法原则。